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11月9号在家会族，我们要分享的是先知成为时代的记号。我们要读以西结书24章1到27节。我们先来读今天的金句：我以西结就是你们预先看见的记号，我所做的你们都要做。上主说，到那时你们就知道他是至高的上主。以西结书24章24节。经文在描述先知用烧开锅子的比喻来比喻犹大他们的未来，那也透过以西结妻子的死亡作为预兆，预言圣殿将要被毁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突然面对最亲爱的家人去世，而上帝又吩咐你不要哀伤、痛哭或流泪，不可让人家听见你为死人哀伤、哭泣的声音。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怎样，或是如何去面对。上帝是不是太无情了？有时候我们不能理解。上帝要透过先知本身的遭遇，告诉百姓们说：你们看，以西结就是你们预先看见的记号，我所要做的，你们都要做。先知的遭遇，意思就是犹大的百姓将要遭遇。其实在这段经文一开始以一个铜锅的比喻，让人更具体看到当时候的情况。第9年10月初10日，正是巴比伦军队他们开始围困耶路撒冷的日子，大概在西元前的588年的1月15号。那后来呢，其实以色列人他们也在10月禁食哀悼以色列被毁，这个记载在撒迦利亚书8章19节。耶路撒冷城遭受攻击，是因为他恶贯满盈。那城内的领袖既不尊重上帝，又罔顾别人的需要，践踏别人的生命。而在领袖的带领下，百姓也陷入在罪里面。所以先知指出，耶路撒冷城就好像生锈的铜锅，而上帝要借着巴比伦，好像是锅下柴火来烧他们，来审判和洁净耶路撒冷这个城市。先知其实指出锅中那些肥美的肉块和美好的骨头，在象征这城里的百姓，他们会被锅下的柴火烧煮，意思就是他们要受到巴比伦的围攻，而肉块从其中一一取出来，意思就是可能他们会面临被掳到他乡的这样的一个命运。先知也指出，虽然锅中的肉块和骨头被倒空，但是上帝仍然让铜锅在柴火上烧得通红，目的就是要洁净，要除污。可惜这个锅始终不能够完全除掉它的污秽。借着这样的反应来反映耶路撒冷城的罪孽深重。在铜锅的比喻之后，上帝又向先知发出命令，要他宣告耶路撒冷要面对的处境。所以上帝向先知预告，你的妻子要死掉了，并且指示先知哪些事可以做，哪些事不可以做。如果从人伦的方面来看，有时候觉得不合理。
从这样来预告以色列人他们所爱的耶路撒冷和圣殿将突然失陷，而他们将不能够按照犹太人的传统方法来举哀来哀悼。上帝也向先知发出另外一个指示，就是要他哑口，他没有办法讲，直到耶路撒冷被攻陷，圣殿被毁，他才可以向那一些逃脱的百姓说话。哇，这个很难过，你不能够讲话，真的是很难过。但是上帝就这样吩咐哦。因此我们看从25章开始，先知再也没有向以色列百姓说话，转而向列国宣告信息哦，直到33章的20节左右为止。上帝借着先知的遭遇，让我们体会走上上帝的道路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，是要我们全然顺服他的一切吩咐。那这一些的吩咐有时候不为常人所理解哦，有时候我们必须承担内外环境的诸般压力。然而这个属灵的影响力，就是在我们愿意顺服行动中有力的展现出来。当我们面对属世的压制或是压力的时候，因着我们全然顺服上帝，我们可以得着胜过这些压力或压制我们的世界。我们来默想，在你的人生当中，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在毫无心理准备之下发生的呢？那请问你怎样去面对和接受那一些的经历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感谢主耶稣，你为了要拯救世人脱离罪的权势，你愿意牺牲自己的性命，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要除掉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回转归向上帝，成为上帝的儿女。我们感谢你，也祈求圣灵感动我们，愿意学像耶稣，以基督的心为心，因为想要带领人得着救恩而愿意付上代价，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好评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一天都充满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。